2025年12月29日，日本高市早苗的帝國反擊戰終於開始了。首先擊斃台灣國內第一隻屠城木馬。大家好，我是易經人。讀賣新聞打出第一槍，中共暗中幫助韓國瑜勝出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12月27日，讀賣新聞標題為台灣潛伏的選舉干預中國工作警戒 AI 驅使情報誘導。該報導引用了今年10月開始在暗網流傳的3段錄音檔案，內容講述據稱是中國解放軍網絡空間部隊相關人員與北京旭文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齊中祥的對話，討論2018年台灣9合1選舉期間的介入行動。重點包括解放軍透過隸屬的網絡空間部隊第56研究所作為代理人，提供並掩飾資金來自中共，總預算高達2000萬人民幣，分階段投入，初期500萬用於干預2018年9合1選舉，若果成功，之後再加碼至1500萬用於2020年總統大選。對話中提到建立輿情情緒分析系統，操縱大量台灣 Facebook 帳號，從600萬擴大到1000萬以上，用於操弄輿論、情緒分析。錄音中還出現對韓國瑜勝選的預測與自信描述，暗示自己是造神韓流的背後推手之一。12月28日，台灣媒體密集跟進報導，國安單位也初步評估聲音檔案乃未經修改，可視為中共資訊操控戰干預台灣選舉的鐵證。這也呼應了2019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當時經已分析了韓國瑜的突然崛起有中共網軍操作的手影。同日，韓國瑜本人亦即時透過 Facebook 予以否認，還辯稱若果是這樣，他現在已經是台灣總統。這一句笑話最是好笑，因為成也習近平，敗也習近平。本來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韓國瑜大好形勢，必可穩操勝券。可惜2019年1月2日，習近平貪勝不知輸，竟然說出了9·2共識就是一國兩制。結果不止全台灣譁然，連香港人都覺得習近平的智慧是零。2019年6月及後時間，當着台灣人面前血洗香港民主運動，讓台灣人認識到並看清楚中共的邪惡，令當時民意支持度極低的蔡英文支持度迅速回升，最終蔡英文才可擊敗韓國瑜，順利連任台灣總統。這次讀賣新聞的爆料，證實了中共對台灣的資訊操控術與干預台灣選舉。總之，今次只是日本帝國反擊戰的開始，相信後續會陸續有來，大家拭目以待。今次分享到呢度，我係易經人，多謝大家。